不過現代採題咧 AI 吼，人家講到咧 AI 吼，所以講古典嘅雜學家嘅機器描述呢個咧機器啊，要咧到嘅思維嘅過程，用辦去操作佢，係變做咧係 AI 嘅定義吼。不過咧，由嗰陣時候1950年代開始就開始來做咧嘅像係人工智慧。不過嗰陣時係講哦，差唔多到一代人就30年。呢個人工智慧吼，就做得留人類真正嘅智慧取得平等嘅能力咯，大家會知道同講咯，吼。不過吼，雖然咧成不地度吼，要按度吼無共用嘅東西，沙定來留大家分享下到底人工智慧佢係用辦法來定義吼。比方講咧，像 AI 佢係乜嘅兩倍左右。像係電腦科學啊、資料分析啊、硬體、軟體工程啊、語言學、神經科學，甚至哲學、然心理學，全算係人工智慧嗬。經過 AI 發展嗬，做得分咗當多無共用嘅嗬步驟。第一隻，普通嘅機器，就講佢唔會回答佢唔曉嘅東西，你下乜嘅常識落去。就要照定嘅常識來回答聽。第二隻，代替啲下最接常用到嘅就有限嘅記憶體啦，做得透過不斷嘅學習啊，嗱佢資料本佢限得到嘅資料過後，佢加定記憶體嚟改善呢個技術。第三隻係心智理論，目前冇呢一種啦，所以講咧當到科學家上嘅去進步嘅，所以講啲既定人咧前期。稍搞情境，用辦法來回應人，去創真嘅人共用。第四隻，看到當多天涯人會受呢兩條，所以講當講咧 AI 會有自我意識。所以講咧，像係叫心智理論型嘅 AI 哦，佢叫自我意識型嘅 AI 哦。哦，呢兩種哦都一下都蠻才哦。哦，故所咧，大家呢下係唔是講哦，不過可能未來大家都會當講些，到底。呢個 AI 變做聰人過後，佢算係人喎，佢嘅倫理都係偏嗬。不過都係本下優點嘅，比如講像係較強嘅 AI，較弱嘅 AI， 嚇強 AI 就做得講係通用人工智慧啦 ，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嚇，即係講佢做得自主學習，用到當多嘅兩筆，嚇講醫療啊、科學啊、經濟啊，係較接常用到嘅，平常是大家都看得到哦。比如講咧，嚇。好像係 Siri 啊、Google Photos 啊、智能語言嘅處理啊、ChatGPT 啊，大家可能都下可能當人做報告都有用到呀的哦。科技、機器、機器。科技發達嘅時代，當多物品都用機器生產。來睇下南市演講。科技發達嘅時代，該多物品都用機器生產。科技發達嘅時代，該多物品都用機器生產。科技發達的時代，很多物品都用機器生產。